悉尼係澳洲主要嘅旅遊景點，遊客多數嚟自日本。位於悉尼市中心嘅 Blue Angel 餐館已經有超過40年嘅悠久歷史。對於每位遊客嚟講，千祈唔好錯過幫襯一間獲得國際獎級餐館嘅機會啊！佢嘅拿手佳肴係 Tasmania 嘅 Wagyu 牛肉，同埋龍蝦以及俗稱嘅小龍蝦。呢啲澳式佳肴喺 Blue Angel 餐館有各種嘅烹調方式。我哋先講講澳洲生活喺澳洲南疆水域，圍繞住 Tasmania 海岸線嘅龍蝦嘅故事啊！每年捕捉龍蝦嘅季節係由11月到第2年嘅1月。通常捕捉龍蝦嘅漁船係捕撈者自己駕駛嘅，漁船長度喺6米到26米之間。每一隻漁船都備有裝載龍蝦嘅藤籮，配置幾多就取決於漁船嘅長度同噸位。目前有10500個藤籮分佈喺呢支擁有240隻漁船嘅船隊裏邊。呢支船隊喺 Tasmania 嘅海岸線，沿住淺水水域到深水水域作業。喺 Tasmania 西北部嘅頂端叫做 Stanley， 呢個被稱為堅果嘅岩石山頭旁邊，就係漁港碼頭嘅入口。捕捉龍蝦係 Tasmania 嘅主要漁業，大部分嘅 Tasmania 漁船都係以捕捉龍蝦為主。Tasmania 嘅龍蝦以體積大、鮮甜、肉厚成為主要嘅出口產品。由漁船送上岸嘅所有龍蝦都係非常生猛嘅，喺漁港碼頭都有得賣㗎。當龍蝦由漁船卸下之後，就會被送到包裝工場進行磅重，並且按照體積同重量分開包裝。由龍蝦外殼嘅顏色就可以知道佢哋係喺邊度捕獲嘅。橙色嘅龍蝦係由淺水之中捕獲嘅，而深紫紅色嘅龍蝦係從深水之中捕獲嘅噃。呢個包裝工場係專為活龍蝦而設嘅，大約74%嘅龍蝦銷售係屬於活龍蝦。每隻龍蝦大小不一，龍蝦可以長到7公斤重，則會喺海洋中嘅壽命可以長達30年嘅。呢個包裝工場一次最多可以處理25噸龍蝦。包裝好嘅活龍蝦可以運輸到澳洲各地同海外。目前 Blue Angel 餐館已經能夠包裝同埋運輸活龍蝦到悉尼。Blue Angel 餐館嘅 Michelle 正在喺包裝過程中檢查龍蝦嘅大細同質量。呢個500公斤活龍蝦嘅運輸過程係將龍蝦同埋冰塊放入聚苯乙烯包裝箱入面，封好口之後就送到機場，然後飛機航班直飛悉尼。飛機航班一到達悉尼，立刻由飛機上卸下，並且好小心咁放入冷氣小貨車入邊。
呢啲包裝箱入邊有300幾隻龍蝦，路途運輸差不多要10個鐘頭。Marcello 小心翼翼咁將啲龍蝦運翻去位於悉尼市中心嘅餐館。龍蝦終於到達目的地啦，並且盡快將佢哋由箱入邊拎出嚟。最緊要係檢查喺運輸過程中有冇損傷。檢查完畢，將龍蝦放入餐館一個咁特別建造嘅水族池。多年嚟 ，Marcello 配備有過濾同埋制冷系統嘅獨一無二嘅水族池，能夠長期飼養3000隻龍蝦。因此，不論市場上價格點樣變化 ，Blue Angel 全年嘅龍蝦價格都係最平嘅。每晚 Blue Angel 都客似雲來，一次可以容納200個食客。龍蝦刺身係好受歡迎嘅，當然食客亦都可以選用自己喜歡嘅烹調方式。Blue Angel 仲提供嚟自 Tasmania 嘅活鮑魚、昆士蘭嘅活蟹，同埋嚟自南太平洋嘅新鮮生蠔。美味嘅佳肴加上舒適嘅環境，樓上4個宴會廳非常適合大型宴會用㗎。Blue Angel 服務周到，親切友善，保證令大家有賓至如歸嘅感覺。嚟自意大利北部經驗豐富嘅廚師，仲能做出各種 pasta 同埋 risotto 菜式。餐館備有大量嚟自本地同埋海外各式嘅餐酒、甜酒同埋日本嘅 sake。另一個特別值得向大家推介就係非常著名嘅 Tasmania Wagyu 牛肉啦。喺西北海岸 Smithton Hammond 農場多年飼養嘅高質素 Wagyu 牛肉嘅牛群，1000多隻純種飼養嘅母牛。Hammond 農場正在運送呢啲牛群到日本。Hammond 農場嘅 John Hammond 同埋 Marcello 都為呢啲高質素嘅牛肉產品感到自豪，因為呢啲係世界上最好嘅牛肉之一。活力充沛嘅牛隻同日本牛隻雜交之後，就可以繁殖出更加強壯嘅後代。所生產出嚟嘅牛肉表面呈現大理石紋路，肉香而嫩厚，任何其他牛肉都比唔上㗎。喺 Blue Angel 非常有經驗嘅廚師正在燒烤呢啲頂級嘅雪花牛肉。選擇半生半熟嘅牛肉就係最理想嘅食法。無論係商業聚會定話社團活動，少到10個客人到多到100個賓客， Blue Angel 都係你舉行宴會嘅理想地點。如果你正在到訪悉尼，一定唔可以錯過幫襯你一間深受各界人士歡迎嘅餐館 Blue Angel。記得係 Blue Angel 啊！